到早，欢迎收看4月30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俊。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前几日在咧桃园的上野烘肉饭内力店，是标出食物中毒的案件，造成上百个人流过吐，赶紧送病院。这么检出来啊，确定是受到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污染。便当检体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肠毒素阳性，有症状个案人体检体亦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本案与业者供应餐食遭细菌污染有关。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已请检调后续侦办。这件事件拢总有155个人出现流过吐的情形，其中有115个人就医。这业者自迄当阵到今拢总停业，昨暗也搁再发出声明，讲会积极担起责任来退钱甲赔偿。因为市府的消保中心除了提供相关的资讯协助，也要求业者甲保险公司得爱赶紧来处理相关的事项。继续来关心食安的问题，屏东是有民众表示讲，伊去要咸酥鸡，所发现加的这辣椒粉内底竟然是有糖甲糖卵，业者也赶紧出面来回实咧，讲会退钱。因为卫生局也接到通报，会派人去稽查。糖伫番茄粉内底爬来爬去，互人想要吐。屏东有人自爬到胜利路买咸酥鸡，转去了后将番茄粉倒出来时阵，发现一块一块详细一看是糖卵，中甚至有糖的叮当，好佳在家己也要食落巴肚。那买那么久，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形，因为之前买的粉不会这样子啊，是那一只第一只虫的时候，路上怎么有这种虫？然后看那个标价粉上，哎呦，钻出一只啊！单位的物件有够多，人客为菜单知影店头的番茄粉有糖，弄惊一条。店家自己要控管好一点。昨天的状况是客人他是要分装辣椒粉，然后他打开里面还发现有虫子，他幸好没有吃到啦，我是比较担心说他万一有吃到，本来是要放在柜子的，那现在他们是叫我们说那个长官是叫我们说要放在冰箱好了。店头向人客回失的个提钱，卫生局自9月派人上门做行政调查，将政府番茄粉的管道拍开详细检查，各指导店头爱安怎放。食品业者之从业人员作业场所设施卫生管理及其品保制度，均应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如违反相关规定，应命业者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依同法第44条规定，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警察人员检查现场的环境，卫生局表示，若发现业者无照相关规定维护环境卫生等，也依照是按法来开发，也呼吁业者落实自主管理，佮遵守法规，维护消费者饮食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海委会主委关碧玲进前去南沙太平岛主持南湾9号的操演，越南说是来抗议咱侵犯主权。关碧玲表示讲，守护咱的主权是绝对袂退让，甚至还佮抛出一张甲海巡人员伫咧中州岛做伙亚国旗的相片，引起关注。海委会主委关碧玲去南沙太平岛主持南湾9号操演，引起越南抗议，讲反对南沙甲西沙群岛进行外国活动。关碧玲严正回应，守护主权绝袂退让。近年来，我们的救援案件大约是有54次之多。我们经营南海的这个战略，展现的就是这样的国家的高度，捍卫主权的事情就是我们坚定的立场。关碧玲佫抛出甲海巡人员到中州岛亚国旗的相片，引起关注，因为这是过14年个部会首长到中州岛。2011年，谢时阵讲，会秘书长胡文新甲内政部长李鸿源去中州岛勘察的时阵，也把升国旗宣示主权。中州岛是小型无人船乌岛，海至退老时阵露出面积6000平方公尺，晚老时阵干那100平方公尺。伫咱管辖的太平岛甲越南正领的敦咸沙洲之间，南回2000年以后，实际控制中州岛，甲即马目前无任何人工建筑，包含中国、越南甲菲律宾也拢主张有主权，因为这是南海真侪国家主权辖属的定大区。我们可以透过所谓的我们对南海主权的一个伸张，以及在南海部分的这个区域的一个实质上面的控制权啊，希望能够借此来取得。你不能够忽视台湾的一个客观的一个存在，要不然到时候在所谓的南海地区可能会有一块空白，因为那个地方是台湾实际上面控制的。
学者指出，咱湖南沙群岛内底天然形成上大岛屿太平岛，同时经营中洲岛，显示主权以外，也显示台湾参与南海议题合法性，而且用人道救援、科学研究加生态保育贡献，甲定定伫南海引起争端的中国做出区隔。记者综合报道。好，讲到这军购特别条例，若是卡伫咧立法院，伫咧国民党内也传出是超卖卖的情形。问题在当中用是主张3800亿加元的方案，立委徐卡新就提出8000亿的版本，也得到立法院长韩国瑜的支持。也毋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是强调，因的立场也是维持伫3800亿加元。就连副主席桂林人也来批评韩国瑜袂当爱甲开除党籍。打死我都不会相信国瑜兄会做出卖党求荣的事。如果有这个事，黄复兴必然大义灭亲，建请开除国瑜兄的党籍。针对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国民党提议党团家己人加是北海3800亿加元，也是8000亿，迟迟无定论。和副主席桂林人在中常会直接点名韩国瑜加徐卡新。只有2分钟。请徐小青千万三思，不要做出心痛仇快的事情。不管什么人拢无法度阻挡，桂林人华声全党应该支持3800亿加元的党中央版本，按个指教重大。那赢在立法院经过1点半钟的党团大会，依然无共识。今天就是开放大家共同讨论，各种意见都有。最快的院会在5月8号以后。我想我们中间还有时间，大家继续来沟通。不管如何，最后的版本我们一定还是团结一致。1.25兆这个部分我们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那里面有很多这个腐烂编列或是灌水的这个问题，然后把商购、婚委制还有军售放在一起。徐卡新回应桂林人的呼吁，表示一定会遵守党团的决议。韩国瑜伫并且讲，老胡自知适用晚，暗过无愧于党，无愧于心。5月7日夜第4摆召集军购条例调野党团协商，身为党主席郑丽文伫中常会表达，家己太高，绝对无可能支持立下1.25兆抗别授权。我从来没有跟我们任何的党团成员谈过态度改变，因为这是我们深思熟虑的结果。为期8年，1.25兆元的国防特别预算，期待立法院支持政府完整的规划，让特别预算不打折。那大总统阁向调野发声，民进党提议党团干事长曾水雄也表示，各项预算规模爱透过专业盘点、甲需求评估来决定。国会作为监督机制，爱注重检视倒一个项目有必要性，毋是用模糊3800亿加元的概念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伫中部以北、东北部甲东部，这天气拢会较凉。另外，因为有风冰通过，伫咧北部地区、中部的山区，今仔日拢会较高落雨，南部早起嘛会落雨落较大。今仔日中部以北低温略仔降低到20至22度，其他所在是23至25度。这时啊，南部的高温又会升悬到29至30度，会较湿较热。如果今仔日这雨拢会一阵一阵啊落，暗时才会慢慢啊转好。因为明仔载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来看雪霸国家公园甲屏科大研究团队伫这个月初是伫咧武陵七家湾溪，甲一只保育类鸟头鸟鱼蛙甲放走，而且利用卫星的定位来找到伊生团的树，发现内底是有2只鸟仔囝。目前全台湾上悬高海拔的生团记录伫遮，这也是头一届透过24点钟直播来记录这鸟仔囝成长的过程。鸟工回收，甲掠到的鱼仔摕来饲2只幼鸟，随个出售去讨食。当咧落雨的时阵，鸟母随时天时甲2只幼鸟查好，互咱看了是内心温暖佮感动。雪霸国家公园甲屏科大研究团队4月初伫武陵农场七家湾溪边，透过卫星定位，看到一个黄卡麻的树，树内有2只幼鸟，随起啊采摄影机，头一届24点钟直播黄卡麻幼囝的过程。此次发现的巢位位于一株胸径约1.5公尺的乌心石老树，树心中空，在 Y 字形分叉基部形成天然凹槽，内部堆积腐殖质与附生蕨类，宛如安全稳定的空中育婴室。
黄卡巴啊，属珍贵罕见第2级保育类，嘛是台湾体型上大的鸟头鸟。因卡掠鱼啊，甲两栖类土者是溪流食物链顶级的掠食者。主要是分布伫中北部的山区，接受伫海拔大约1800米的树丛，创下台湾上悬海拔生态的纪录。其中鸟港是4月初白卡鹮野凤，鸟母更加是并科大研究团队10年前白卡鹮野凤追踪的个体，显示伊对这片生态地有高度的依赖性。就是黄鱼鸮，它的寿命其实是很长的，而且它的领域是很固定的，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很稳定的、不太会改变的一个溪流的生态跟溪流周边的这个原始林的状况，才能够维系它们长期的在这边生存。学者讲，当地河带的数量渐渐增加，是黄卡巴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这嘛显示七家湾区生态系的健康甲完整，两只幼鸟有计踮咧5月中旬都有可能离寿生活。记者综合报道。自然款主基金会去年甲便利超商 7-Eleven 来合作，募到上千万。今年搁再合作，要做伙来保护野生动物。因为中心思考环保协会也甲便利商店的专家来合作，目的这上千万是要入去校园来推广回收的观念。附近社区的青山是野生动物的家，但是人类的开发一步一步一直挖过来，互因生存的空间一直无去。导致环境公益信托的自然款主基金会2摆开钱买土地，甲因的家保护掉。去年款主和 7-Eleven 公益募款平台合作，4个月来募到8位数，对款人来讲是大条钱，会当实现梦想。很令人 exciting 的积沙成塔，大笔的钱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比较更有勇气去做买地保育的事情。款主和 7-Eleven 的合作今年是进行1个月，另外丁思考环教协会是透过和专家超商的南山啊捐钱，去年嘛募到8位数。以净滩起家的丁思考认为讲本所的问题根源伫概念，有这条资源就会当侵入学校，甲环境理念来定根。资金跟资源其实是让我们可以去深入全台湾100个学校。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回到源头，然后去做教育的这个推广。但是敢若靠民众安尼细条钱咧捐，马祖渔保育联盟嘛讲，这捐钱甚至会减2个零。创会理事长陈炳兴认为讲，会当和企业来合作是好代志。伊观察到最近几年，真侪企业是重视 ESG， 一寡经费可惜敢若开伫公关活动。企业其实他不知道资源要怎么投放，然后甚至变成是可能委办公关公司，然后就办一场活动，那就来号称是有 ESG， 那这是比较可惜。宣传捐1块嘛会使的超商南山啊捐，是持续发挥茫茫啊河路固土嘛的淡的力量。7-Eleven 的资讯显示讲，第2024年已经到2.22亿，专计是伫去年募集到9100多万。款团认为讲募款无简单，若是企业做 ESG， 会当寻求专业团体单位的合作，用这钱来保护生态环境，会较好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全台湾大约55000个视障者，不过会当体验出路的导盲犬，敢若28只尔。专家就表示讲，除了鼓励愈侪视障者来申请导盲犬，也希望社会会当支持改善环境。再来看《中国时报》，经济部上新的报告指出，国内15岁至64岁符合工作年龄的人口比例连续13档在降低。另外，因为结婚的人减少，家己一个人一户的比例是增加到35%。落尾是《自由时报》，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公布，有一个中国的工程师是涉嫌假造美国出名的航太学者，有5档这么久，骗美国政府甲大学的人员交出敏感国防软体，这技术是会当用来研发先进的飞弹甲武器的系统。来关心台北车头的商场，要互新光三越来抢到这经营权。目前经营的美丰集团就指控讲，这审查委员内底有一位是定定咧做新光人寿的顾问，那照现有的法规甲利益回避原则，是无应该甲这个委员的分数列入去算。照安尼看来，经营权应该是美丰接到。因为新光三越是表示讲，自头至尾拢是依照规定来办理。我们不是要争输赢。我们是希望这个案子回到一个最基本、最公平、公正的原则，来形成最后的结果。
这想要代替台北车头上场的经营权，敢若以1分的差，输给竞争对手成功3月，加上进前代替拢还未公布招标的结果，所妨提前漏接，互本地经营台北车头上场的美方无法度个无讲话啊，而到因对外开记者会提出诉求。我们要求要剔除这一位身份上具有争议的委员的评分，没有争议的委员的评分重新做计算，然后来进行排序，并公告结果。美方集团强调讲，任何一个真心委员的评分，拢会改写上尾的结果。根据资料显示讲，真心委员的名单内面有一个委员定定替成功人士提供顾问的服务，照现行法规和利益回避原则，无应该把这个委员的计分算入去。代替发声明表示讲，这案在过程中拢有做好相关廉政各地的事项，针对评选的结果疑似提早放掌握，已经启动内部的调查。美方公司对真心委员提出异议，当照出参法第47条的规定，在30天内提出异议。任何的厂商了哈，参加有什么异议的话，按照规定的话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可以跟公司这边来提出来，那我们会按照这个程序呢来回应。代替董事长狄公远表示讲，这案拢有照规定和定数来处理。新光3月发声明回应讲，自头到尾拢照相关规定办理，对刷落来的作业是尊重主管机关，照定数来推进，希望各界理性来看待。如果他该利益回避而没有做到利益回避，可能就会造成整个案子的重选。但是如果行政裁量的机关觉得说，其实这个委员不需要做到利益回避，那很有可能就是按照原案。这摆代替台北车头的商场，拢总有9间厂商申请投标，就选的会当摕到至少15年的商场的经营权。美方希望态度有利益冲突异议的委员的评分。台北车头商场经营权的争议，恐惊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度结束。记者综合报道。针对年底大选，即马各党团拢陆续咧推出相关的参选人。因为民进党目前是还未推出这台北市长的人选，最近是传出立委辛碧阳伫咧党内声势是真悬，有可能会来参选台北市长。另外，针对这辛碧阳讲，台北上海的相声论坛应该爱停办。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讲，伫台北已经有连续2党来举办国际城市论坛，欢迎辛碧阳去参加。市政新战力，台北更有力。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新人的参选人排一排，中起来就是立委辛碧阳。因为最近立营内部点名讲，伊是出战台北市长的热门人选，就算党中央还未正式定调，大家抱伊出来选的态势嘛，愈来愈明显。沈伯洋，我们的新市长新市长，拜托大家，我们一起集中选票支持。沈伯洋集中选票支持我们所有的新人。本党现在在整体的规划上面，那最后还是要等选对会。但是这个议员们的行程，还有参选人的行程，其实都已经在安排当中了。那无论如何，到最后是怎样，我们都一定是大家全力的来参与这些行程。辛碧阳连续几天嘛，一直针对市政议题来出招，亲就是提出停办乡下论坛，乡下争取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们也欢迎沈伯洋委员可以来我们的台北国际城市论坛，听听各国主要城市首长们分享城市自己的经验。在新北市的部分，那北定营是以民调来做伙推出人选，结果是国民党参选人李树川来出线，佮和南洋的新北市议员参选人拢翕好定妆的相片。第一摆参选的李树川和要对决的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差18岁，嘛互质疑伤老啊。我一直认为年纪不是问题啊，问题是你心理的观念，包括你对事情的看法，到底是不是年轻了？你放心，台湾民众党绝对不会泡沫化，我们一定会派人选主备。不管是用征召还是用提名的方式。在新北这局输气的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是表示讲，未烦恼民众党的规个破坏，而且同时一定会遵循那边2党的合作协定，但是嘛强调一定会派人来参选台北市长。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英国搁再发生反犹太攻击事件，有2个犹太男性是去互人举刀啊拄着伤，这警方已经认定是恐怖主义犯案，依照谋杀未遂的罪名逮捕一个45岁英国籍的嫌犯。这英国首相是凯尼也紧急来召开会议，强调会严肃来处理最近发生的反犹太事件。根据伦敦警方公布的影像，嫌犯伫犯案了后，拿像个举刀啊向警方挖去，随后人用电击枪甲压制，警察大声喊叫伊甲刀啊放落。
伦敦北部郊区的戈尔德斯格林29早起发生2件街仔头伤人的案件，监视器画面显示，其中一个伫犹太文化的男性，伫咧公车站边仔，予一个男性举刀仔甲攻击。警方表示，2个伤者是34岁甲76岁的犹太男性，已经将事件定做恐怖攻击。伦敦郊区最近的反犹太事件搁加一层。Counter-terrorism policing teams have already formally declared this incident as a terrorist attack. It's another horrendous act of violence directed against our Jewish communities, which follows a series of arson attacks in recent weeks. I'm angry, I'm appalled, I'm disgusted that the Jewish people are going to bed frightened. 英国警方已经公布嫌犯是一个伫咧索马利亚出事的45岁英国籍男性。迄天，伊已经先伫咧伦敦东南部甲人起冲突，而且举刀仔甲人抬。英国首相施凯尔29赶紧开国安会议，强调政府会严肃来处理最近伫咧英国明显增加的反犹太甲极端主义事件。Let's be frank, this is not an isolated incident. There've been a series of anti-Semitic attacks, and I know firsthand the anxiety that is causing in the community and concern. 伦敦北部对3月开始就连续发生反犹太事件，包括3月底伫同一个所在，4台犹太医疗组织的救护车互人放火。了后4月份又有真侪件针对犹太社区的放火案。英国反犹太的情绪加悬，以色列总统针对29个伤人案表达遗憾。伦敦北部的犹太社区也伫咧街仔头示威，要求攻击事件必须爱随停。公司新闻警官庆编译。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尼伫咧任内最后一天的决策会议，宣布利率要维持伫咧3.5%至3.75%，这是已经连续第3届来冻结利率，受到4位委员来反对。这显示内部意见是真无共款。不过，这鲍尼也强硬来表态，讲面对着总统川普利用司法来对伊施压，就算伊无搁做主席，伊也继续来做联准会理事，一直到这司法的这个调查彻底结束。联准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拜三投票决议利率无被叮当，也毋过内部反对的声音算是鲍尔任内上悬。伫咧12个委员当中，有3个是想要甲未来降息的指引太好掉，另外一个是主张应该爱随降息。意见无相是1992年10月以来上严重的。鲍尔指出，中东冲突互油价压悬，通货膨胀要降等于2%，也是充满挑战。Inflation has moved up recently and is elevated relative to our 2% longer run goal. Estimates based o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and other data indicate that total PCE prices rose 3.5% over the 12 months ending in March, boosted by the significant rise in global oil prices that has resulted from th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面对川普政府最近常常透过司法的手段咧施压，鲍尔伫记者会宣布，就算主任任期5月15就到，不过伊拍算行使法律的权利，留伫联准会理事一直到2008年。鲍尔强调，除非针对联准会的刑事调查会当展现透明度，而且彻底终结，若无伊就袂离开。这项落任煞无要提的决定，代表川普无通随安插新的理事，这也直接限制政府对联准会政策的影响力。I'm not too surprised that Powell's going to stick around. Of course, if we didn't have this Iran war and the specter of higher inflation being caused by higher oil prices across the globe here, I do think that maybe he would have made a very quiet exit here, but I do think that he believes that the job is not done and he needs to do some more work. 就伫咧决议利率连3届无被叮当的时，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也以13-11的票数，从无通过由川普提名的 Walsh 接手做后一届联准会主席。Walsh 过去捌承诺要对联准会进行制度性的变革，而且互外界有期会配合川普降息的需求。即卖利率依持无要变，也有鲍尔继续留伫咧理事会。金融市场情绪真紧张，拜三美国3大指数有起有落，美债的绩效也同步落落，反映投资客对未来货币政策的烦恼。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国际有啥物要紧代，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乌克兰的无人机侵入罗西亚境内1500公里，攻击到一架输油站。媒体报道讲，即马因为伊朗战争，国际油价抢悬，乌克兰是加强攻击罗西亚的炼油厂甲油库等等，无要互因趁这战争的经费。另外来看到无人机伫咧俄乌战争甲伊朗战争是典型攻击的威力，所以中国北京对5月初1开始要禁用也禁止卖无人机，电商平台嘛无要搁接受送去北京的无人机订单。
有一位19岁台湾游客，昨伫咧泰国曼谷的机场要坐飞行机返来台北，去互掠到伊身躯顶竟然是有藏30只珍贵的印度青菇要走私，当场互逮捕，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来起诉。来看美国的大好野人马斯克是指控 OpenAI 的启动资金是伊出的，成立 OpenAI 是要来造福全人类，煞是违背非盈利的使命，改做商业利益，所以要求得爱交出11500亿的美金损害赔偿。那 OpenAI 是反击，讲这马斯克嘛要支持盈利趁钱，是因为伊想要主导公司无成功，唔则反头来提告。马斯克28日法庭顶员讲，家己伫2015年和现任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总裁布罗克曼等人做伙创立非盈利性质的 OpenAI， 收发名和启动资金拢是伊提供的，目的就是为了开发造福全人类安全的人工智慧。但是刷落来 ，OpenAI 成立盈利的子公司，大金额来得利，佮得到2.900亿美金的投资，完全反背公益的初心。马斯克指控这种行为，就敢若是对慈善机构偷摕物件、抢物件。伊请求甲 OpenAI 开放到非营利组织，替换阿特曼和布罗克曼，嘛向 OpenAI 和上大的投资者微软求上1500亿美金。伊嘛讲，这个款项会捐予 OpenAI 的非营利部门。对这 OpenAI 的律师沙维特反驳，伊讲马斯克根本就无关心人工智慧，佮毋得做公益，敢若关心家己的权利尔尔。沙维特讲，无任何记录显示讲 OpenAI 做过永久非盈利的承诺，而且马斯克迄当阵嘛是支持创设盈利部门。内部的电子邮件显示讲，伊要提议讲，伊要持有 OpenAI 55%的股权，落尾是因为无法度掌控公司才离开。另外成立 XAI 公司了后来提告，目的就是要来打击竞争对手。OpenAI 佫讲，2019年3月成立盈利部门，对要强大的算力，而且支付上好的科学家薪水，保持竞争力是真重要。另外一个被告微软是表示讲，微软敢若提供资金和合作平台，毋捌想要来控制 OpenAI， 相关投资佫做伙来动大规模的非盈利 AI 研究。对辩方的律师的投诉，28日开审进前，法官是特别告诫马斯克，莫阁想要透过社群媒体去发一寡攻击的言论啊！这暗算的审理3礼拜，伫期间会团真侪科技界重量级的人士，暗算上紧伫5月中就会来宣判。诉讼的结果关系到 OpenAI 未来的 IPO 计划，无可能成为 AI 公司商业化的界线。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好，因为这 OpenAI 营运逼出纪录，礼拜二美股的4大指数拢总收黑，影响到昨这台股是落218点，收伫咧39303点。因那台积电嘛是落35块，收伫咧2180块。因那今日这台股开盘是伫咧39571点，有起267点。也因为受到这 AI 相关类股的指引，咱台湾当也已经拼过加拿大，成做全球第6大的股市。OpenAI 红标讲新用户甲营收表现，几若个月无达到内部的目标，引起市场再度忧心 AI 敢会消防。嘛有拜二美股4大指数全面落挫，科技股出现明显的回升，影响拜三台股表现开价，早盘上价是38896点，尾盘收至39303点，跌218点。台积电上周五跟本周一大涨之后，那目前看起来有一些调节性的一些卖压出现。那当然指数跟台积电的股价还是维持在大概5日线附近啦，其实也没有真的太弱，但高档出现一些获利了结，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迹象出现。有关台股交关指数走势，关达股台积电拜三同款开价，最后收伫2180，跌35块。专家分析讲，目前市场更加关心拜三美股收盘了，美国4大包括微软等科技股要公布财报，加上拜四是苹果的财报，市场拢在观望。伫财报公布了，可能出现短线趁钱了结。台股是短线起做悬点整理，不过因为台股基本面嘛好，出现大幅回升的可能性低。是讲最近有学者警告讲，台股大起主要是因为台积电等 AI 供应链的供应，台股敢会出现 K 型经济，变作立法院财委会关心的重点。各方的看法都有不同哈，那金管会对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变动情形会关注，必要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措施。虽然 AI 的投资甲营收常常有消风的风声。不过，根据偏颇的报道，因为 AI 相关类股的需求，甲台积电股价抢悬，
台湾伫全球股市市值的排名各有进展，前3名分别是美国、中国、甲日本，过来是印度、英国。台湾排名全球第6，超过加拿大。记者综合报道。这投资总是有风险，提醒大家都要特别注意。伫咧云林是有检警接到通报讲，有诈骗集团利用亲戚朋友的社群平台口座，要求被害人是去安装一个假投资的 App， 而且佮安排强还假做虚拟货币业者来推销。这被害人是拢总受骗，损失1500多万。警方提搜索票，当场把诈骗集团成员抓起来。这个诈骗集团分工真幼，先盗用被害人亲戚朋友的社群口座，得到因的信任了后，才引导被害人登录假投资 App， 制作趁钱假象，互一个30岁查某被害人几个月来投一个1500多万，互骗去。起初，被害人不愿报案，经专案小组多次联系沟通，被害人才惊觉自己遭假投资手法诈骗。有一位李警官，他拿给我他们抓到的车手的照片，我整个人傻住，因为里面的几位都是之前跟我面交过的币商。等我回头算一算，我前后已经投入了1500多万下去了。警方表示，这个诈骗集团生意伪术洗脑被害人，制作 App 上面一直有咧趁钱。而警方初初咧提醒被害人的时，伊也唔信，一直到抓到车手了后，被害人才买车过来，转向甲警方配合，顺利逮捕10人。指挥警方由最基层的车手开始侦办，经不断的努力追查、循线破获现场的监控兼收水手，又破获其中阶干部，最后甚至契获到该车手集团台湾区的负责人。云林地检署讲，本案诈欺集团分4个层次分工合作进行诈欺，专案侦查终结，以诈欺处在罪、洗钱防治法等罪嫌起诉。另外，也有一个姓詹的主嫌登记伫国外遥控诈团运作，目前检警扩大侦办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林路有民众塞车伫咧半路，这车窗煞是熊熊破一空，那亲像互人用空气枪来甲弹着共款。驾驶是赶紧来报案，也警方派人去到现场调查，有发现到一粒铁珠啊，到底是有人作业咧乌白单，也是有针对这个驾驶来开枪，警方也来调查。相片看到轿车驾驶座这边的车窗，脆甲像蜘蛛网，嘛有车身后壁一点猫落去，像互人用物件写着。二白暗时10点外，董事人塞车伫屏东林路的民生路，到半路煞发现车窗破去，因为董事人讲毋是头摆发生，2月底嘛捌发生过，伊赶紧停伫路边敲电话报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打电话，就是我这样走到土地公那边，就警车就来了，可能就是他们报案还是怎么样？可能是一些年轻人，那个8+9的那个年轻人是那BB弹的啦，乱射啦哦。附近民众表示有看到警察来，不过这附近罕得发生这款代志。警方监视人员今仔日早起有到现场进行采证，找到一粒铁珠啊，因为附近监视器少。警方表示会搁扩大侦办，厘清规个案情是不是有针对性，也是乌白乱弹。于28日，林洛乡民生路段发生之钢珠随机射击案件，本分局获报后高度重视，已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全力侦办，并循弹道物理特性厘清犯案工具，全面收集相关迹证与可能来源。实际到现场，看到事发附近路边的反光镜，嘛有一猫一猫的状况，唔确定是毋是有民众摕空气枪乌白弹。警方表示，防止模仿行为，先甲这路段提升治安重点区域，全面加强巡逻，已经锁定对象办公中。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有民间团体公布，过去5天有42个人因为龙洞狗引起意外来死亡，对经济甲生态损失一年也超过36亿。因着批评这动保司开真济预算来进行龙洞狗的管理，也毋过这效果煞是无介好。所以呼吁立法院伫咧动保司提出具体改革方案进前，应该爱先将这预算甲冻结起来。龙洞狗常常出现伫街头巷尾，脚车咬人，甚至造成车祸，对民众的安全甲生态拢有真大影响。民团拜3开记者会，头一摆公布龙洞狗社会损失小单，讲过去5年已经造成42个人死亡，当年有超过36亿经济甲生态损失，每年承担了36亿4千万的社会这样的成本哦，过去5年已经相关的这个事故啊，已经造成42人死，然后10000人这样受伤。民团指出，即马政府主要实施的加效能绝育，也就是掠
盐放倒转去，当着绝育率低、冷冻动物直直增加的问题，整体数量真恶降低，所以民团要求冻店同步出适合预算，希望政府有制度性的改革。现行的政策在游荡权管理上面并没有任何的效果，那等同放任游荡权持续的与野生动物发生冲突，这个不但是对生态的一个危害，更是预算资源上面的浪费。第一是要完全去禁止讲有人伫外口去饲狗、饲猫。第二呢是爱甲迄个安乐死的迄个口吼拍较开的。哦，即摆阮了解是讲，即个临安乐死嘛，临安乐死的话，就是收容所的迄个狗的数量吼是非常的多。民团要求政府做损害估算，制定明确冷冻动物减量计划，订定制度性的调整。若无冷冻动物造成的问题甲社会成本会继续扩大。记者郭金勇、志光台北报道。台北营总发表全台湾头一个 AI 智慧护理资讯的系统，只要3秒钟就会当甲8点钟长的这个护理交班的重点整合好势，希望会当来减轻护理师的行政负担，也解决欠人力的问题。大概3秒的时间左右，我们就出现一个护理的交班记录。台北营总引进全台湾头一个 AI 智慧护理资讯系统，3秒内就当整合8点钟的护理接班重点，搁一码一码智慧系统，互大家检体拢有专属的数位标签，减少重大气的风险。这措施就是希望透过科技减轻护理师的行政负担。伊伫遐做了啥物？伊检查结果安那？其实安尼一来一往的时间。足复杂的，而且嘛足了咱的时间呢，嘿，即马有安尼的系统了后，其实吼，咱时间已经节省了真济。虽然透过科技会当减轻行政负担，不过上根本的也是爱解决欠缺护理人力的问题。为着要提高病人照护品质，改善护理师的工作环境，家人留护条，卫福部长正式要修正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例如3班护病比，承诺伫年尾进前会依个受罚的细节，伫2029年正式实施。不过若要讲，规个台湾要实施吼，可能就是爱去考虑看，卫福部可能爱有一寡配套措施，比如讲要安怎补助这病医，还是讲要安怎互伊，互阮会当搁较好的准备安尼。台北营总回应，因支持3班护病比的政策，目前营总拢有按法规照品照行。若要伫全台湾推动，台北营总讲，要完整的配套措施，嘛要补助病医，协助病医准备好势，有稳定的护理人员，才有稳定的医疗品质。记者郭金勇、王志光台北报道。讲到要来解决这欠医护人力的问题，总统赖清德进前嘛要答应讲3班护病比入法这件代志。卫生部长赵宗良也证实讲，最近就会来成立这医事人力优化研究推动小组，甲医疗机构设立标准的护理人力配置来做修改，会互这病医有准备的时间，按算今年底进前就正式来预告修法的细节。在新冠疫情解封了后，国内护理师是爆发27条，一寡病医只好降载，封闭咧甲病城关起来。护理团体真侪摆拢呼吁总统赖清德应该实现竞选期间提出3班护病比入法的承诺。就伫总统就任大要满2周年之前，国民党立委陈清辉批评讲，卫福部进前讲要建议3班护病比入法，即嘛是总统亲身敲电话观测，才改口讲要入法，但卫权委员会甲大无看到完整的版本。医院人力配置、健保支付、急诊拥塞。怕后床，这不是一个很小的政策健保里面我们会调高这个护理费，好来这个让这个医院有这个能力来调升这个护理的薪资。我们不许卫福部入法，因为护理人员等待这个真的等待太久了，然后再来可以组成咨询委员会，定期的去检讨。我想这是回应基层护理人员的期待。卫福部长赵宗良表示讲，甲3班护病比入法的方向，会跟在伫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内面，有关护理人力配置的条文来做讨论和修订，而且会互病医完充时间，互人力一步一步到位。照国外的经验，3班护病比强制推行的国家并无多，但对病人的安全、降低护理工课的负担等等有正面的影响。护理师每多照顾一个病人，那他30天内的这个死亡的风险将会增加7%，因此让护病比能够入法，基本上就是在保障所谓住院病人的医疗品质。
台湾医务管理协会等7大医界团体是共同发声明强调讲，支持卫福部的版本，而且建议未来入法了后，应该互因智慧化转型的地面空间，若是便于导入 AI 科技，减轻照顾的负担，互病比的标准都应该爱准因来调降。对这赵宗良强调的成立医术人力优化建议推动小组，建议入法的时程、完成期和配套等等，今日在进行的正式预告修法的细节，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一个59岁姓陈的查甫人，甲因朋友去南投埔里的地母庙进香，说是人熊熊昏去，无喘气也无心跳。好，在现场是有一个去拜拜的消防队员，甲2个热心的民众来斗抢救。落尾这救护车甲人送去到南投埔里的基督教病院，有顺利抢救回来。有歹过了，不要紧张。听到消防人员讲有咩啊？现场的民众拢吐一口气，因为庙埕头前有一个查甫人熊熊倒落去，无喘气，阁无心跳。一消防人员也未到位进前，现场的民众拢随我过来斗相共。3位入新的民众内底，其中穿红色底衫帮忙做 CPR 的人，拄好是休困的消防人员柯威伦。刚好就是放假，然后进行训练，然后就跑过去拜拜，然后有遇到一个患者欧卡，然后刚好是遇到有人呼叫。说晕倒了，所以身为一名高级救护技术员，所以就是现场去查看，然后刚好看的时候是濒死式呼吸，然后就赶快立即的进行压胸，然后请人家打119，然后现场刚好地母庙那边也有公众用的 AED。消防队表示，若真讲看到有人昏倒，也是休克。紧急抢救的时间通常只有4到6分钟的时间。消防队嘛提醒，第一个时间要保持宁静，敲119，大声来叫患者，确定伊较有意识，嘛要观察胸腔较有起落。若真无，就要赶紧进行 CPR。及早发现，然后有及早的 CPR， 那包含现场也有及早的做 AED 监测。他们大概压了3个循环的 CPR 之后，在第3轮 AED 监测发现呢，就已经恢复心跳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现场的学长，还有热心的民众。消防队表示，昏去的患者自救护车内面就恢复喘气啊，送去埔里基督教病院治疗，救回一命。民众拢讲，这届好佳在有热心的民众，搁休困的消防队员，做伙斗相共。靠我度把人救回来。记者安修南投报道。台湾本土的红仔菜画家蔡志忠，伊伫中华花坛的古厝是互人提报要列做纪念建筑。不过，这审议委员认为讲，这间厝甲蔡志忠的创作是无啥关联，所以无通过。这也引起地方文书工作者的不满甲批评。用简单的线条画出另外人物，甲哲学思想用趣味的方式呈现。这是台湾红仔菜画家蔡志忠的作品。1948年出世的蔡志忠是台湾早年红仔菜画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最近，伊伫中华花坛古厝，互人提报纪念建筑，却无通过定录。伊是伫遮开始学安怎画漫画，画甲超越再超越。伊画的漫画已经销全世界3000万本啊！销30几个国家，用10几个语言来伊的创作的册翻译做10几个国的语言。地方文书工作者表示，这栋古厝是蔡志忠画红仔册启蒙的所在。伊伫1960年代开始画武侠漫画，捌制作老夫子吴良燕的长篇动画电影，后来以哲学改编的世界漫画外销侪国家，创下国际知名度。对此，文化局表示，审议委员真肯定蔡志忠的成就，但是委员认为蔡志忠重要创作甲提案的建筑并无直接的关联。审议委员非常肯定蔡志忠先生在台湾以及国际具有相当的艺术成就，只是委员认为他15岁离开彰化后，他的重要的创作跟本案建物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没有符合纪念建筑登录相关办法他所规范的这个登录准则。文化局强调，审议的过程拢有照相关规定办理，尊重审议会委员的判断。文书工作者批评，安尼审议结果等于是直接切断文化甲历史的根，随后会寻求行政救济，希望替地方文化资产争取保存的机会。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
文化消息继续来看，今年是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嘛是咱台湾驻纽约办事处台北文化中心成立35周年。咱文化部是来推出台湾 Pop 台湾上拍一系列的艺文活动，对5月甲9月要邀请咱台湾侪优秀的艺文团体甲艺术家等等，去到艺术之都纽约来表演甲交流创作。变装风俗以客语歌甲花布穿插展现自信甲水，这项原自西洋的表演，但结合台湾元素，要去纽约区的东京大游行，让世界看到台湾的文化。另外，也有舞进这出舞蹈作品，嘛要伫纽约区首演，以运用太极拳的动作，呈现在限制当中找出自由的议题。为着要庆祝今年美国建国250周年，加上咱国驻纽约区办事处台北文化中心成立35周年，文化部推出台湾 Pop 台湾上拍计划，要伫5月至9月在艺术之都纽约区办一系列的艺文活动。特别是台语歌啊，特别是一寡小记咱台湾人的一寡衫的元素啊，会使互因看到。无时无刻都在突破自己，然后找到自己，在限制之中，在困难之中找到自己自由的空间。文化部长表示，咱台湾发展到今受到美国真侪帮助，希望用艺文交流的方式祝福咱的友伴。那美国在台协会是强调，每一个世代拢有维护自由的责任，未来才通继续繁荣发展。战后这一代亲眼看到我们战后非常贫穷，然后接受美元，回头看你们会发现，台湾终于走到今天这个状态了，非常骄傲。I would like to share a quote from one of our founding fathers, John Adams. He said, "I must study politics and war so that my sons may have the liberty to study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 in order to give their children a right to study painting." They remind us that each generation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to safeguard freedoms. 那表演艺术，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等人，嘛去纽约区参与艺术对谈，嘛有台湾做表的艺术家，会伫咧保育美曲街头艺术节展现创作。文化部期待通透过不同形式呈现咱丰富的艺文能量。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再来看国际玫瑰舞蹈奖是当地舞团表扬新作的大奖。咱台湾的编舞家王武功是连续2届来入选灿红奖，这个好新人的大奖。咱台湾的作品会当连续2届拢受到国际评审的肯定，也是互主办单位真愕乐。And the nominees for the Blue Prize, Islands by Wang Ye-hun. 台湾编舞家阁进入国际玫瑰舞蹈奖的决选名单，意义重大。台段过程因讲是万众选择，由14位全球提名人为7大洲海选出42件作品，阁由国际评审团2轮严格评选，最后长篇创作的玫瑰奖干了4色，选为新锐编舞家设立的电红奖，阁干了3个名额。在安尼竞争之下，台湾作品因连2届夺魁，主办单位是真懊恼。王虎讲，这摆一回作品，多数是伊甲印尼舞者伫台湾甲印尼2个岛屿之间，找找人甲土地文化根源的深度对话。咱采访伫马来西亚巡演的王虎讲，其实对我而言是很没有自信的，我得一直回来问自己，我的文化是什么，我的传统是什么，我的身体应该要跳什么舞可以代表台湾。因为印尼是一个有非常扎实传统文化累积的样子，所以在我们一起排练的某一刻，我好像突然理解了，也许台湾是一个这样的存在，在世界上少有的这么小一个岛屿，但可以包容着这么多不一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深刻对自我认同甲文化反思，得到国际评审的懊恼。主办者找到了真正玉耳，伫全球舞蹈界创作甲展出规模，拢是全球第一。过去20年，协助超过200个作品登上舞台，遍布50外个国家。这奖项毋但是荣耀的光环，也互这作品摕到全球舞蹈主流市场的通行证。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的网络影音串流平台爱奇艺宣布要发展 AI 艺人库的计划，讲有100外艺人授权会当用因的形、因的声来创造虚拟的角色，讲会当大大增加艺员的作品，这是引起影评来批评。中国串流影音平台爱奇艺的创办人兼 CEO 姜武，20日爱奇艺世界大会上讲起 AI 发展，表示有117位演艺人员同意，高授权甲爱奇艺 AI 影视平台纳豆 Pro 合作，加入艺人资料库的其中成员。也就是讲，未来爱奇艺的 AI 创造虚拟角色会当使用合作艺人的肖像甲声音生成。姜武也讲，透过 AI 会当让演员的作品为一年2到4部提升到上悬14部，也会当得到像上班族同款的生活节奏。消息指出，引起中国网友的强烈谴责，认为这款的做法是减少真正演员的工作机会。也有人批评 AI 演戏真歹看，敢将观众当作戆仔咧。爱奇艺过当工的股价更加是大落，高层赶紧出来拍火。我们并不是现在将演员的形象去做授权，而是我们让 AI 创作者和演员之间能够在 Nato Pro 上建立更快的连接，使得他能够找到有意向的演员去参与到这个AI 作品里面来。但记住一点，技术是技术，商业版权利就是 commercial rights 还是 commercial rights。受到争议，也有电影 SBS The Gram 利用 AI 技术，在得到主流的授权甲支持之下，用已经过身好莱坞10部名册方之莫格华演出的时间1点钟17分，电影有各片子推出，引起业界强烈的不满。尤其好莱坞演员因为演员都以 AI 技术就一流无演来已经过身的名册中属，搁担任要角，恐惊有更较侪演员会互取代。AI is not an adversary, it's an ally. It just has to be used properly. And that's what I encourag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as a director, it's my job to make sure that no actor ever feels afraid. And I just encourage them. 镜头转到南亚印度宝莱坞，拍电影的现场，无过是连机场记帮甲导演指导演员的各种声音，你是电脑拍字声，甲宗教行为有关的印度电影。摩洛耶纳当咧拍片中，其中一幕拍一座山飞过周面，也以 AI 完成。长久以来努力伫打造超级大名车的经纪公司，即马当咧做打造数位大名车。I mean, in CG, it will require 80 to 100 animators to complete full length of movie, like 90 minutes of movie. So it will require 1 year, almost 1 year of time. So here we can do it with only like 15 to 20 animators and within like 3 months or 4 months max to max. 印度电影的年产量是世界第一，串流平台的事件造成电影制作成本和压缩。市场分析机构指出，为中长期来看 ，AI 有希望让印度媒体甲娱乐公司的营收成长10%，成本降低15%。印度的电影工作者承认，以 AI 讲代志欠人情味，不过也认为，若无 AI 就无法度看到更较好的电影。公司新闻新罗贝编译。伫新闻的最后，咱搁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19度至22度，中部地区19度至26度，南部地区21度至32度。东部地区20度至27度，还有外岛地区是13度至25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